台南因为有南科高度的用水需求，所以兴建了全国第一座公共污水处理厂甲再生水厂合并设计永康水资源回收中心，除了提供稳定高品质的水资源，即会伫国家发展委员会支持，更是要推动民生污水厂有机智慧管理的示范计划，用创新科技来提升营运的效果，并监测水质变化，要让每一滴回收再利用的水拢发挥关键的效果。就是把我们现行的很多科技的预测跟科技的技术都投放在这个最重要的计划里面。那也非常谢谢我们国发会的指导哈。那包括刚才司仪提到的我们的这个AIoT 的部分，当然就是所谓监测哈，它可以提早在30分钟就可以有一些数据上的监测来做提供。那另外5G 专网的部分，就可以在我们大量的运输里面不会断线了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哈。那另外包括我们现在提到的这个区块链的部分，就是确保它的资料的真实性不会被篡改，好，这个是在我们区块链的技术也已经在国内发展了非常久哈。那再来就是最近比较夯的，刚才跟李策略长有特别去提到的这个生成式 AI 的应用，它可以提早来给我们一些决策处理的模式或者决策处理的参考。这个是我们最近除了我们在水利局做的这个水位监测以来这个是最新的，而且是一个比较大的 gap 的一个进步。所以我想在这个计划的内容里面，我们充分展现了我们这10年来对于台南市的智慧城市的一个发展非常的有长足的进步。受到极端气候的冲击，当时要欠水拢真歹预测，所以水资源回收中心的兴建正是提早应用，除了为台南市打造水资源的永续循环，嘛凸显这10年来台南市打造智慧城市的重大进展。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